What？澳門2026年樓市升咗1倍？喂，你冇吹水喎！喺2026年，澳門樓市嘅新政策支持底下，減免印花稅，銀行借8成，對於青春一代買樓置業或者係買磚頭投資收租嘅，都大大減低咗初期嘅投入成本，即係首期。所以喺2026年頭嗰2個月，成交量去到接近900宗，對比翻2025年同期，成交量多咗接近1倍啊！雖然講首期少咗，但係頭嗰2年供樓咧，其實都有少少壓力㗎。所以而家喺東方明珠區輕軌上蓋物業君悦灣就有一個住宅項目，我覺得比較適合年青一代入手。原因係總價低，300零粒借8成，收樓後現兜兜回贈10%現金，頭2年固定收租8%，即係呢2年係唔使供樓㗎，同埋減免2年嘅管理費，仲送你40萬嘅住宿禮券，包埋眼見嘅裝修俾你，呢度都接近1球嘅優惠啊！有興趣評論區333會有資料發俾你啊！拜拜。